台湾话安抚应该安怎讲？安怎写安大。内容是从教育部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引用，释义安顿、安抚。你暂请甲伊安大一下，剩的后摆才阁讲。暂时安抚他一下，其余的以后再说。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也不要忘了转发给您的朋友圈。谢谢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